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持续透过镜头带您来去客庄住一晚，希望您能够爱上客家。这一集呢，我们持续探索的是台东关山。在关山呢，这个客家庄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境内的关山米就非常有名了，所以当然在这一切都和白米有关。这产业多到像是黏米 DIY 客家擂茶饭，通通能够带你感受关山米的魅力。台东关山米享誉国际，来到关山，当然一定要品尝关山米的好味道。这就是关山镇特有的客家擂茶饭，满满的一大碗，这是台东知名的客家擂茶饭。不过得要先自己体验 DIY 擂茶，才能够吃到美味料理。因为经过这些芝麻跟花生经过酱油抹，它的香气就整个完全被带出来。擂好的材料先放在一旁，这关山知名的关山米一定要填满一整碗，再来一些客家的家常菜。关山的东方明珠这个控肉，这是客家人的经典菜啦。客家道地的萝卜干、客家酸菜，而擂好的美味也别忘记了。五颜六色的客家食材大汇集，10道客家料理象征十全十美，营养满分，游客吃进度还真的很满足。品尝了美味，也得知道盘中孙粒粒皆辛苦。米国学校教大家怎么认识稻米，从糙米、米糠到白米，外观和触感各自有何不同，在这里通通都能得到答案。好，这个就是胚芽米。那胚芽米就是把糙米的种皮再磨细一点，从一串的稻穗嘞。想要了解制米的流程，还有碾米 DIY， 虽然只是跟机器互动，不过每个人架势十足。有芋头香气的关山米，在经过真空包装后，还能拥有自己的大名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。做好的朋友可以来领你的米啊！蔡淑君，蔡登彩，人就准备。而带动客庄吃喝玩乐，老台铁的宿舍也有功劳哦，因为经过改装，它已经变成了浴室民宿。复古又怀旧，住房率相当高，老玩意儿、老味道，住上一宿更能体验关山的淳朴。对啊，之前的那个站长他们一家人就是都睡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子。然后像这边这个啊，它这个是保留很传统的背橱，就是像小叮当他睡的地方，就是睡在上面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我自己我也睡过，我冬天很喜欢睡这边。特别到台东整修老宿舍，就是因为爱上了客庄的热情。他也希望游客跟着他的脚步，爱上关山。关山的十全十美，有芋香的关山米揭开头阵，碾米乐的新体验，擂茶饭的好滋味，满足亲近土地的向往。跟着台铁的轨迹，老宿舍里慢慢靠近感动时刻。